上話直說1分鐘。由美國單方面掀起的關稅戰愈演愈烈，面對中方合理反制措施，美國總統特朗普放言若反制持續，將會再對中國加徵50%的關稅，儼然將關稅這種影響全球貿易趨勢的大事視若兒戲。事實證明，特朗普政府已被霸權主義沖昏頭腦，而這種毫無尊重與理性可言的貿易政策，或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。特區政府不僅要向市場釐清潛在風險，明確現有優勢，亦要盡快制定出實際可行的應對方法，讓市場信心更加穩固。美國於4月2日宣布，對多個貿易夥伴加徵對等關稅，其中向香港徵收的關稅累計已達到54%。特區政府反應迅速，商經局已於4月7日與10個本地商會會面商討對策。翌日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對關稅戰帶來的具體風險作出詳細分析，指出加徵關稅可能帶來的貿易影響，並提出政府將會從7個方面加大力量應對美國濫徵關稅的行為。政府一系列舉措本身就是市場應對關稅戰的信心來源，相信可令本地企業穩住陣腳。在重大政策方面，香港應以不變應萬變，繼續堅持一國兩制，扮演好國家對外開放排頭兵角色，保持零關稅的貿易自由港定位。過去幾年，香港一直在尋求經濟轉型，以衝破地緣政治造成的拮局，而美國加徵關稅無疑令這一需求變得更為迫切。客觀上，按部就班的轉型之路已經不再適應如此劇變的外部環境。香港應加快在創科、數字金融等領域的發展腳步，盡快創造出對歐美依賴程度較弱的全新經濟增長點，從而徹底擺脫美方在經貿領域的壓制。如果大家對呢個議題有任何意見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再見。